来，多声鼓声响是边，现在总请列队将兄弟，阮一行三五名，为着名声拼死命，请恁紧来看，流浪江湖的伊两个功夫，紧来紧来紧来啦！来，看，人多话就多，三色人讲五色话，有人讲爱食菜花，嘛有人爱苦花，有人爱看人老，也嘛有人爱看拍拳头。来，大家我来参考，若爱看拳头免听无，日本铁道产是火球刀、酱油刀，也若美国鼻仔杂杂，目睭落落，若要啃两步，伊着木性骨才杀袂着。也若印度好甲大土是同人知。若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最厉害，也若小弟是真不才，巴肚若腰全无数，也巴肚若打着无半步。来看，太祖拳是拍面机，也若白虎拳是唱麻糍，狗拳是好骹手，狗拳食目睭打。看一部纯经放假，起手无差，这部骹手就爱摔拍，才袂敢若亲像在眠床顶跳上啦。来看真。这部叫做童子拜观音，目睭着爱扫金，才袂倒步看做认真。这部就是落地名谱，目睭若要结裤裤，内衫会看做内裤。过来看好，这部叫做关公倒拖刀，动作若无做好，袂前拍会家己先倒。刷落去就是三人反先头，咱若着后代敢会找无？过来就是灵活洗身躯的过程，毋是准备要出去。但是请各位爱看详细啊，才袂发生好歹势。来，我来头家好，毋是要相好，也毋是要跳放虎，就是要来光头拼牛刀。也若要好，就是愈落去愈好看。来，今日有缘来相逢。明日就要可再换八岁，太祖君唱飞机，白虎君是唱麻糍，请恁紧来看，流浪江湖的伊两个功夫，紧来紧。